主后2024年10月28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导读我课上主。圣经咱做来听读，但以理书11章第29、20节。现在我要将较实的事甲伊讲。波斯话有4个王，第4个王比以前的王较富足，搁因为伊的富足变做强盛，就煽动逐国攻击希腊。希腊话有一个勇猛的王，掌握大权，照伊的意思统治国家。伊的权势真强盛的时，伊的天下就分裂，毋过伊的后代拢无人继承。分裂出来的国家无亲像伊有遐大的权力，伊的帝国会消灭，统治权互外人夺去。南方的王会强起来，毋过伊的将军中间会有一个比伊较强盛，掌握真大的权力。几若年后，南方甲北方两国要结盟，南方的王会将查某囝嫁互北方的王。毋过，南方的公主的影响力维持无偌久，王的势力嘛挡无偌久。南方的公主甲侍候伊的人，伊的囝以及辅助伊的人，拢会受杀害。毋过，公主的后头有一个起来做王，伊会带军队攻打北方的堡垒，得到胜利。搁将北方的神明、主的神像以及金器、银器，拢带转去埃及。几若年无搁攻击北方的王。后来，北方的王会侵入南方的领土，然后才彻底倒去北方伊的本国。北方的王的囝会调集大队军兵，准备战争。其中一个囝会亲像大水泛滥，冲击南方。后来，伊会搁去进攻攻破南方的堡垒。南方的王非常受气，出来排阵交战，将北方的大军拍败。南方的王拍败对敌，掠真侪人，就骄傲自高。伊虽然杀死几万人，毋过伊的胜利维持无偌久。北方的王会带比以前搁较侪的军兵出去交战。几年后，伊会带强大、装备优良的军队来。迄时会有真侪人起来攻击南方的国。你同胞中间的暴力分子嘛会背叛南方的王，互异象实现，毋过因会失败。北方的王会搁来做土堆，攻打防备真坚固的城。南方的军队抵挡袂牢，连特选的军队嘛无法度防守。来攻击南方的，会出在伊家己的意思、做事，无人会当反抗。伊会占领迄个肥水的地，完全控制迄个地。为着要推翻南方的国，伊决定用全国的力量征服南方，就先甲南方订和平条约，将家己的查某囝嫁互南方的王，要用安尼推翻南方。毋过伊的计策袂成功，家己嘛袂得到利益。后来伊就改变主意，讲出真侪沿海岛屿。毋过有一个外国的将军要阻止北方的王的阿爸，甲伊拍败，互伊受侮辱。了后，
以为撤退倒去本国坚固的城，毋过为互人杀死，就永远消失。以后会有一个人煞接北方的王位，为着要增加王国的财富，迄个人会派官员伫全国跋涉。过无偌久，这个王死去，毋是因为决斗死去，嘛毋是因为战争。都督瓦克上主对俄乌战争以及战争到伫美中的经济贸易甲政治军事斗力，通看到强权领袖企图统治世界的欲望。历史学家克里斯米勒伫晶片战争册中解释新一代的全球战争，毋干那是军事斗力，也有影响更较大的晶片生产力的竞争。伫大国斗力中间，周围国家拢在找求安怎踮两强之间取得平衡，搁对其中取得利益。帝国之间的战争毋是近代才有，早伫但以理的年代就已经发生。历史互咱看见一个事实：上帝会当互国家建立，也会当拆毁国家。人类的历史是上帝展开拯救计划的写照。伫这段经文中，上帝的使者向但以理宣告，对波斯帝国到希腊帝国的兴衰历程。伫但以理的时代，波斯帝国是全盛时期。士西斯一世在位期间拥有强大的权势，当伊决定入侵希腊控制的地区时，挑起一连串冲突，最后导致波斯帝国伫伊统治之后一个世纪较加，互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灭亡。虽然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但是伊的权势真强盛的时，伊的天下就分裂。毋过，伊的后代拢无人继承，分裂出来的国家无亲像伊有遐大的权力，伊的帝国会消灭，统治权互外人夺去。世上的帝国看若亲像真强大，最终也会败亡。亚历山大死了后，南方的埃及多利麦王朝和北方的叙利亚西流古王朝之间征战不断。犹太人见埃及的形势不佳，转而投靠叙利亚，以图谋家己的利益，却为耶路撒冷带来更较大的灾难。对这通看到愚昧的人倚靠地上权势，兼会当赢过倚靠万军的上帝呢？这是近日所带来的灾难，往往会较大过得到的利益。人类的历史发展总有上帝的旨意，强权的兴亡也拢伫上帝的手中。帝国强权看若像屹立不摇，伊的荣耀却袂永远长存，互人伫伊的兴衰之中看见上帝的旨意。骄傲的人看若像拥有极大的公营，但是倚靠地上权势却是愚昧的代志，因为骄傲会带来败亡。以色列人虽然试图凭家己的力量摆脱强权的压迫，却无成功。但以理的预言带予上主的子民勇气，互因思想强权压迫的结束时刻就得要到啊！当胜利者开始任意行做、过度自信，帝国的衰败和君王的可怕结局就要临到。上帝互邦国建立，也要拆毁邦国，迫害者将会灭亡，伊暴虐的计划也必定失败。
我靠人的手所建立的关系，并无可靠，只有上主才是永远坚固的石盘。大得人独独我靠伊。默想，我的生活是毋是尊主做大？我是毋是甲家己的性命交托伫主的手中，互伊掌权，搁独独我靠伊咧？我的生活是毋是尊主做大？我是毋是甲家己的性命交托伫主的手中，互伊掌权，搁独独我靠伊咧？咱来祈祷，亲爱的上主，感谢你的保守甲带领，互我通伫生活点平静安稳的环境。求你保守我伫各样境况中继续倚靠仰望你，行伫合你心意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